我覺得判決係公平公正咯，罪有應得，大快人心嘅。香港人、中國人嘅罪人做得出，冇膽去承擔，呢個就係根本係。呢個新聞我以前都要關注嘅。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大家都係為香港好噶嘛，邊可能係叫外國勢力干擾香港嘅事務，嚟制裁香港、制裁中國？呢啲都係我覺得係絕對唔應該咁做咯。我認為呢個判決係十分公正嘅司法判決。咁咧，成個審判過程咧係超過150日嘅，咁全程公開透明，公眾都可以旁聽。呢點本身就係對司法公正嘅最好證明。控方提交咗多達2000幾項嘅證物啦，包括對話記錄啦、會見美國政要嘅詳細安排、財務文件等呢啲證據都係好完整嘅一條證據鏈嚟嘅，清楚咁顯示出黎智英係點樣串謀勾連外部勢力去乞求制裁。我哋呢，其實有太平紳士啊、JP 啊可以去探監嘅，如果佢有可以寫信俾特區政府嘅，咁懲教署呢都係公正公平對待每一位犯罪嘅人士嘅。如果真係黎智英喺監獄裏邊受到呢啲咁不平等嘅對待，你認為佢嗰啲法律團體會放過香港政府，會香港呢個監獄處呢樣嗰樣？我覺得黎智英就係一個不折不扣嘅賣國者，佢嘅行為呢，早就已經超出咗言論自由嘅範疇。自由必須要喺國安家安嘅情況底下講邊啲言論嘅。如果國家唔安全，你就講啲嘢煽動同埋縱容下屬講啲嘢嘅話係唔啱嘅。我行下街，我冚你一巴，我打你一下，吐口水喺你嗰度，咁係咪我個自由啊？咁啱唔啱啊？得唔得啊？咪就係咯，一樣嘅啫嘛。最少我哋即係我哋而家係咁講最少嘅問題，但係你而家係大是大非嚟噶嘛，係咪先？你諗住你自己身為一個報紙嘅總監或者係總裁或者係乜，你就可以我話咁就係咁啦，得嘅咩？一言堂，你自己話點就點。我覺得呢個世界上呢係冇絕對冇限制嘅自由嘅，新聞自由唔係佢違法犯罪嘅擋箭牌，更加唔可以凌駕喺國家安全之上。黎智英係濫用咗生命自由嘅名義嚟進行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犯罪活動。一個負責任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一個負責任嘅新聞工作者係應該要遵守法律，秉持住自己嘅專業操守。新聞自由係可以正確嘅報導一件事，而唔係捏造啲事實咯。蘋果日報咧，佢製造啲新聞，製造啲假新聞嚟呃啲學生，呢啲係唔係一個傳媒應該做嘅嘢咯。因為我屋企都有小朋友嘅，我哋影響佢嘅言論，影響到學校學生，影響到下一代。我覺得好心痛咯。呢啲後生仔其實對呢啲都唔係十分之理解，你受到佢煽動，我覺得作為父母係好即係好心痛，因為佢利用佢控制嘅傳媒，但係向啲學生咧灌輸啲毒素，呢啲太不應該啦。我哋奉勸啲細路咯，即係凡事咧要自己用頭腦諗一諗，係咪有咁樣嘅情況？